新屋是南桃园最早开发的地方，有85%以上的住民都是客家人。早期大多是以务农为生，现在则被政府规划为农业特定保留区，农产品以稻米为主，所以有米都之称。目前是北台湾最大的米仓哦。来到新屋，我有先做好功课哦。因为呢，新屋这边是北台湾最大的米仓，所以呢，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稻米故事馆，我要一起来去认识米改温法，来去。这个稻米故事馆是日本时代建造的粮仓，一共有5个馆区，里头记载了新屋是如何从荒芜渐渐被开垦成为良田，成就了今日的绿野平畴、水乡米都。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是信波给米工，现在我这个米要怎么样把它弄成精致米呢？好，我们直接从后面这个机器，我们来直接体验一下。这一台吗？对。哇哦！好快哦！这个米马上就弄出来了。哇！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把我的锅弄成米。有没有闻到芋球的香味啊？哦，重点是现在刚弄好，还热热的。哇，真嘅就有我家香味呢。有对啊，幸福的米的香米。原来这带有5香味的玉香米是桃园农改场历经了10年研发，在民国93年成功命名的优良稻种，是新屋这里的特产之一。而且听说它煮成白米饭后的芋头香气更加浓厚哦。两米盘就5感香味耶，而且真的是很浓郁的那种芋头的香气。非常 Q 软，又香又 Q， 重点是呢，两米盘就5感香味，而且很浓郁。这个就是专属于新屋米的味道了。对，有我们这边的特产。这么爱吃白米饭的我，还是第一次吃到玉香米呢。两米盘就有5感香味，而且越嚼越香哦。